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整理柳营火车站前的这个公共运输的转乘空间哈，那这是我们完成的第9个台铁火车站前的这个空间的改造。坐火车的这个市民朋友下车之后，如果要转乘公车，需要走路到500公尺外的这个大路上去做搭乘。那我们经过我们的梳理呢，把火车站前的空间做出一个公车的回转的广场，以及设了2期的大客车停靠区，那方便这个乘客从火车站出来之后，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来转乘公车。焕然一新，以前太落后了，现在规划这样很好啊。哎呀，下雨天就可以直接从这边走到火车站，就可以不用淋雨，然后也不用晒太阳，觉得蛮方便的。今年7月即将上路我们市境内的这个通勤月票，公共运输通勤月票，包含台铁只要399的通勤月票呢，我想透过软硬体的这个提升，那我想对于市民朋友搭乘公共运输一定会更有吸引力。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其实柳营是我们大信营区的一个这个比较不大不小的区，但事实上这边的因为周边有柳营工业区，那也有一些机关学校，所以说通车的人还真的不少。往日由于下了火车之后通常要走一段路，那这个中间有没有任何的遮蔽？那所以说，碰到天候不好或下雨天的时候，往往大家都苦不堪言。这中间大概要走500公尺那所以说，我们不但把这个火车站周边的环境优化，也让民众通勤的这个路线更便利化。那周边不管是停车的空间或是停机车的空间，都加以优化。总共花了1688万。这感谢中央能够交通部能够支持经费，配合地方的这个自付款，那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环境更优化起来，民众也都反应非常好。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台南市也发行这个境内399的通勤月票，能够花没有很多的钱，但是这个得到了这个交通服务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方式能够让通勤族更加方便，也让进出往来的使用铁路的民众也都更加方便。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5月16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112年全国运动会10月将在台南市举行，市府体育局特别向中央争取1亿7千万的经费，来整修14位比赛场馆。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台南市立岛球馆视察整修的状况，要求爱用全新而且完善的场馆来迎接这个全国的运动盛事。为了迎接今年10月的全国运动会，台南市体育局积极准备各项比赛场地。在今仔日上午，台南市长黄伟哲就来到台南市立岛球馆视察，了解施工品质。今天特别来看我们桌球馆的场地，而且我们这桌球馆因为为了备战全运会，还花了将近1700多万来整修。那我相信，当然，工程已经进度到99%。我们现在5月先把 bug 抓出来，那能够精益求精，这样子才能够提供选手跟观众最好的一个比赛跟观赛的场所。体育局表示，本次工程于去年12月开始施工，包含场地涂骹、中心铺设、天棚、照明设备以及冷气的更换，预计在今年6月正会当顺利完工。距离全运会还有5个月时间，市长黄伟哲严格要求厂商要注意各种细节，希望将场地调整到上好。有些小瑕疵，刚刚我这样绕场走了1周，有些小瑕疵还是必须做，能够做到100分，不要做到90分，不要做到80分。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要把这个部分
一定落实。市府向中央争取超过14次比赛场馆征收计划，总经费高达1.7亿，目前拢还阁伫咧陆续施工当中，希望以全新完善的体育场馆，迎接全国上大的体育盛事。现在还在整修之中的有田径场，这个月就会完工。那马术场呢，在7月份也就会完工。另外，橄榄球场、足球场也都是在6月份就会完工。所以我们未来还有6个场地，目前是在施工中。那我们都会按照这个规定的时程然后如期来完工包括亚太棒球场那边系列的球场我们都是有一个定期的去勘验，然后让品质做得最好，安全做得最好，然后有符合全国比赛的这个标准来做体育局表示，借着这波改善场馆的计划，来营造优质友善的运动环境，同时也已经准备好来迎接22个县市12000名选手来到台南参加全国运动会。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举办520爱约定幸福婚宴场地推荐票选活动，16号举办记者会。市长黄伟提表示，台南是非常适合工作、恋爱、结婚的所在，期待借着这个票选的活动，提振婚宴的产业。除了票选名单内面的22位的地点，嘛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推荐好的场地。文学作家叶石头讲过，台南是一个适合人做梦、做工课、谈恋爱、结婚、悠然过日子的好所在。为了鼓励新人来台南牵手做伴过日子，市府观光旅游局精选处专区22处举办户外证婚也就是婚宴的推荐，佮邀请全国民众来投票，选出咱市的梦幻婚宴场地。台南真是非常适合工作、恋爱、结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特别的想要借着票选的这个方式，能票选出台南最适合办婚宴的室内以及户外的场地。其实台南好山好水大家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好山好水，在办婚宴以婚宴的角度来考量，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的。那台南的住宿率已经是几乎是全国第一了，应该是6都第一。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婚宴办出来，让新人变成永生难忘，这很重要啊。所以透过我们旅馆工会以及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票选台南是最适合结婚的地方。关于票选规则以及优惠办法，市府观光旅游局风景管理科科长林世群也做出说明。在我们这边，我们有列出了这几个22处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那我们列出了，你可以一天每日3票的一个投票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也有提供跟业者提供了一个所谓的优惠的结合，让各位新人有更好的一个模式。更好的优惠去参加这个，来选择这个户外婚礼同时，我们在我们投票网站部分，我们有一个奖励的办法，我们有282个中奖的机会那我们的整个活动期间是5月20，我们今天市长帮我们启动了到6月30的部分。场地类别分别有草地婚礼、水景婚礼、雅式婚礼、广场婚礼等22间推荐场地。民众若是对投票活动有兴趣，会当伫5月20号到6月30号期间，拍摄画面上这个 QR code， 就当参加投票，有机会还会当得到住宿券甲入场券等多项好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湾被外国媒体叫做“杏林地狱”，加上日前台南阁发生3岁囡仔被弄死的事件，所以交通安全嘛成为议会定期会检讨关心的焦点。其中，针对警察局所公布的90位交通事故发生率上悬的危险路口，议员就要求交通局要伫号志、标线、甲交通工程各方面进行改善。台湾被国外媒体称作“杏林地狱”，台南阁发生查某囡仔过路线被弄死，所以如何针对号志、标线改革，成为台南议会关心的焦点。其中议员李宗麟就针对警察局日前公布台南90位危险路口以后，到底如何改善，要求交通局落实。
专用道的退缩，或者是行人庇护岛。那当然，这个是旧有的基层道路，所以他要去做这些的这个改善的时候，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因为有太多的这样子的道路在我们的旧市区里面。警局盘整出了90个危险路口之后，你们会怎么做？它是涵盖37区，把它打开来看，其实涵盖37区。那我想，我们有针对市中心区的部分，因为还是有优先顺序，当然，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市中心区优先处理，那后续陆续我们会再往外扩，当然是根据这个行人通行的需求的部分，赶快加速来盘点。对了，危险路口到校园通合部队的检讨，议员周家伟进一步以澳洲、新加坡等国家所实施行人家己控制侧外过马路的号志，要求交通局思考评估的安全性。当我们在行人比较多的路口，或是行人会有需求的路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适时的让行人可以处理他自己要移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交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台湾或者我们在台南应该要更认真去找，尤其我们台南在至少我的选区中西区、北区，它的行人使用度是高的了。好，所以我觉得局长是不是认真去思考一下，不只是闪黄让它变回红绿灯的状态，好，它本身是红绿灯的状态，它一样可以加入这样的元素，那让未来就是在行人使用交通的时候更安全。如何减少伤亡有安全的交通环境？交通局表示，当然根本就是落实路权的教育，但现况上界迫切就是检讨号志标线的工程改善加执法，希望减少悲剧。当然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东区的东宁路甲人行路口，因为设计不良，时常发生车祸。议员蔡小薇表示，当地机车待转区根本就是机车待撞区，要求交通局爱针对所有的重要路口做通盘检讨。伫发生不幸的交通悲剧过后，议员蔡小薇伫议会通盘检讨无合格的交通环境，其中为伫人行路甲东宁路口第7期因为设计不良，机车待转区变成待撞区，要求交通局积极改善，保障机车族甲行人的安全。很明显可以看到，在机车的待转区的部分，但是它就跟人行道合并在一起。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机车待转区，我们也去看过好几个地方，那个待转区就像是待转区啊，哈。机车停在那边有可能会被撞，行人走过去有可能因为机车它要回转的时候，它去跟行人抢道。像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又在于我们原台南市区道路狭隘的状况下。我们到底要如何实际的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要把所有的路口退缩，行川线退缩，还是应该要让这个机慢车的待转区，甚至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善的方式？局长，是我想，议员点出问题，就是在现况的环境里面，目前我们这是会勘之后来讨论有没有可以更加改善。那当然，如果路口内没有办法处理，我们也希望能够协调。相关公务单位对于周边如果有人行道，可以来做一些退缩。我想我们会积极朝这个方向来处理。发生不幸的悲剧，绝对不是愤怒而已。议员朱正轩嘛，借此提出行人庇护岛、行人穿越岛提供加行人专用号志等重要设施的建言。同时，针对行人专用号志小绿人，希望普遍伫路口设立，增加用路人安全。行人专用石像，这个我真的要跟局长拜托一下，因为我知道昨天警察局有提到说他盘点了90处的路口，那交通局也有做一些回应，说会针对原市区的15处优先来执行。但我要拜托局长，其实除了原市区以外，像是永康，我举个例，永康我们都背了一些这个罪名，因为永康的交通流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它的事故相对也多，所以这个10大肇事路口里面，永康就涵盖了5处。台南旧社区的下路 A 交通本地的先天不良，透过交通工程的改善，加强民众的交通素养，嘛是根本。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伫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号召之下，24位议员无分党派组成交通安全连线，要求市府每个月召开的交通安全督导汇报，爱有议员代表出席，而且爱动用第2有美金来推动人本交通，将不幸的事故降到上低。
因为台南发生查某囡仔伫过路线被弄死的悲剧，所以议会这几天伫警察加交通两局的工作报告，议员纷纷就因区域的交通状况积极进行检讨。对此，议会民进党团总召16号手提跨党派交通安全连线24位议员人士，希望予市府压力，提出人本交通的政策，具体回应地方需求。现在我更希望所有议会的同仁来回应，来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人本环境，我们行人的空间啊，包括有几项啊，我们这一次有提出了几项比较实质的，包括这个道路安全汇报，就是道安汇报里面必须要有我们的议员的席次，好，这样有民意来有民意的代表。那另外一个是希望台南市政府动用第2预备金，赶快去把这些行人空间把它改善做好，好，包括这个护岛的部分，它行人穿越线、行穿线的退缩，因为我们以台南市来讲，目前看起来整个状况就是行穿线都会坐在那个截角的地方，那车子一右转或者是左转的话，就很容易马上逼近行人，所以时常我们看到最近这些镜头都会说，警察会开单是因为它的距离不足，所以行人要过去，那车子离行人的距离不足，所以才会导致会被开单，违法开单。所以像这样的做法，其实本身我们台南市的一些交通设施的规划就有问题，这些交通设施也有问题，必须要去做改善。台南交通问题原本的先天不足，交通事故伤亡嘛绝对不是个案，一定要后天下动药来弥补，调野形成共识，共同来努力。台南新闻军籍林银光采访报道。三会女童过车路被弄过新事件，使得行人用路安全成为关注的焦点。永康大桥国中周边的东桥1路甲东桥3路，因为无设人行道，造成民众过车路真危险的状况。永康区公所嘛特别安排相关单位现场会勘，希望找出解决的办法。永康大桥国中后壁东桥3路，因为无设置人行道，不时会当看到灵车争道的情形，恐惊会造成民众用路安全疑虑。经过信众团体向市府反映这项问题后，永康区公所5月11日特别邀请教育局、公务局、交通局以及台南市无障碍环境设施勘查委员会，做伙到现场会勘并交换意见。永康区东桥从化区这边呢，几乎整个从化区里面的街道都有设置人行道。那我们在县市合并之前呢，我们大桥国中已经设置了，但是在我们东边的东桥3路跟北边的东桥1路没有设置人行道。那我们今天的诉求就是希望我们在东边的东桥3路跟北边的东桥1路能够设置人行道，因为毕竟行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行人走在车道上跟人车争道是非常危险的。经过会勘讨论后，最后决定由区公所找顾问公司评估，并将报告上交教育局申请提案。今天的话，有几个单位他们都已经有把他们各个在他们的权责范围里面有做个报告了哈。所以说今天的决定非常简单，就是说由我们区公所先来做一个顾问公司，我们现在找专业顾问公司来跟学校配合来做一个评估，然后等到评估报告出来之后的话哈，我们再是看教育局他们所认可的评估报告是哪个方案，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委托那个什么大桥公众，然后来正式来提案。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AI 人工智慧正全面改变工作、学习甲创作的方式。由北师大关怀协会甲正大社会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所主办的社会创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媒体天空论坛，都集合将近20位 AI 以及元宇宙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 AI 时代来临将面对的创新甲挑战。这次学术论坛由政治大学和白师大关怀学会所主办，以元宇宙和 AI 为探讨主轴，再细分为科技创新、体验创新、影音创新、乐听创新和讯息创新等5大主题。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黄薇薇博士发表了台湾社群平台重置图文合理使用论文，
以迷因梗图在社群平台上的使用为例，探讨是否触犯著作权法。黄薇薇表示，日前有3个使用梗图的法院判决案例，但结果却有所不同，因此提出论文探讨。希望社会大众能关心这项议题。正大跟白世代关怀协会今年办的2023年数位创世纪学术实务研讨会，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都环绕在元宇宙，为期2天，第2天是 AI 哈。那刚刚我们下午的这一场主要谈到的就是元宇宙跟影音创新有哪一些新的趋势，当然有哪一些的反思。那刚刚我个人发表的部分是谈到目前元宇宙在迷因梗图，特别在社群平台上面的一些图文使用，有没有涉及触犯到著作权法当中的合理使用？因为著作权法里面有著作人格权，也有著作财产权。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跟中嘉有一起合作一个元宇宙的迷因梗图的媒体识读的一个征件，我们就发现说，怎么同样的作品，一样的2张图，可是那上面写的文字的梗是不一样。那然后那个图其实都是从网络来的，因此我们就开始想说，我就在想，合理使用怎么会用成这样呢？那当然我们就去看了一些网络上法院的案例，就发现说有3个相关梗图的案例发生在不同县市，一个是发生在高中生，就是开玩笑在学校社群平台谈到说学校要提前，要延后开学哈。那另外2个是讲到有关于公部门要发奖金，都是用梗图的方式，结果这两个不同县市的判例却是不同的结果。高中生的那个部分说他是涉及假讯息，所以被判他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可是，在另外这2个开玩笑说公部门要发奖金，因为这当中的当事人他的一个诉求是说，他的重点是要大家来看他的梗图，然后所以他用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要引起一般网友阅听人的注意，所以就没有成立，不认为他触法。那因此我们就是在想说，合理使用到底在迷因梗图上面，它到底看的是一个所谓内容的梗，还是也兼顾到图片或照片或影音的一个原版的这个著作权？那这是这篇论文主要想要关心的。那也希望说我们在未来现在每年我们都有在办元宇宙的迷因梗图的媒体识读比赛征件，那我们也希望说，不论是社会组或者是一些校园学生在做这样的一个反思的时候，尽量可以用自己原创的照片或是图片来呈现这当中的迷因梗图。我今天很荣幸担任评论人啊，正好我就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健康传播怎么样来应用元宇宙，元宇宙，对，元宇宙，所以就是其实健康传播很多议题是很重要，但是有比较偏严肃，像长照啊、家女老人家、失智症，或者是口腔保健呐、那这些本来是很硬的议题哈，但是现在可以靠感人的故事，像急诊室啊，急诊室有人车祸，大家慌慌张张要抢位置，会甚至有黑道开枪哈，就有些这些就是真的很严肃，让人家觉得很紧张啊，很感叹的事件。但是现在你透过故事哈，讲真实故事改编，或者是网红，那些像白痴公主、无厘头，但就是让让观众可以很轻松的去了解各式各样像长照哈，或者你病人自主选择生跟死哈，怎么样的医疗这些很严肃的课题话题，那就甚至他们如果是搞笑型的，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知识型网红他就帮你整理成懒人包。那你加上就是元宇宙的话，它可以线上跟线下哈，虚拟跟实体线上跟线下活动结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实际案例哈，不管是电视或者是 Netflix 短影音创作，都可以
结合元宇宙。虽然有人觉得这个词好像现在不是最新哈，但是其实比较完整，它其实就是 mixed reality 混合实境哈，就是不管是虚拟实境、扩增实境、现实线上，它其实就混在一起哈。就是不管是讲元宇宙，或者我们讲 ChatGPT 哈，它其实只是把影音各种哈。影像、声音，它只是把各种的人工智能的模式，它是整合在一起。白时代关怀协会表示，为期2天的论坛以元宇宙、AI 传播地景为主题，邀请学界、企业和媒体代表与会，拆解未来趋势，并从媒体和儿少教育议题切入，探讨 AI 及元宇宙时代下的机会与挑战。记者陈伟少，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